到了味，伊无会甜无，做得了了，伊下无，爱你头前，还有青豆给路，一行有你做伴，爱不会惊。也变老自然，头摆爱唔知，路爱奈为行，目睭唔知，欣赏天堂嘅月光，屁股唔知，鼻看拍花嘅清香。今唔知思量人生的方向，打帮伊老爱讲，打帮伊听爱行，打帮伊老爱讲。老公啊，我去冲凉无？唔通讲的东西，俺无生意摕到的东西做出来，然后唔舒好。生意嚟带走，我怎么答应？唔出门口都去上人口爱用上的，去有输的，小爱，本用同生意的，全部走脱嘞。Please not now. Somebody might come anytime. You think I like it? 唔好下来啊！阿妹冇讲做地，唔就做唔地下来啊！哈。
下班无可以哦。唔参西咧，用个实。我哋阿伯老小李，听说安老阿飞去台北，请他的理由，唔系安老记向他调查，现总国老阿英这些事情，哦，认识啊，他就住在上面啊。这边对啊，他们常常在那边吵架哦，乒乒乓乓，东西都丢出来啊。他就教我们的啊，而且他上课很认真。他上课方式也非常有趣。那他现在还有在这里教吗？没有嘞。在这边教喽。迄两啥，拄行较想了解阿飞，我当想了解阿飞，怎么该按冲阿爸？人迄讲，我33年想一通向海旅行，不过怎么该我总会知道，也可能每我33年亲密的旅行。根本哦，就会人格分裂。你怎么讲啦？其实迄个警察局老安记周真，不过后来，迄其实个无闲。没有唐员讲啊。还有啊，今年早有讲哦，现在个野话，向上是感情唔好，副所从特别严格啊，心情唔好就大声言出水了。副所背面哦，今年早全部就唔敢留几多来往。真嘅无想到，现状国会有安阳的问题，我很挖到几个好爸爸。好人好听，但你就肯定妈妈问爸爸答，很做的时候都安定一下。阿英姊，唔係借住面燈嘅，迄現狀果，你向前不行掉嘅。得吃了。姑嫂，阿英姊唔係借唔聽，你哋自家唔想借。唔管用的，你还可以留几多天数？不过很加快嘅係，現狀過來應當之前，因為上海追，跟警方同時咧。姑嫂，阿英知道兩位生命，除了一粒天使炸彈強下。阿飛哥哥，阿飛哥哥，小李先生，小李先生，佢哋可以衝唔睬咧。好玩咯！
浩文，阿成哥哥你伫哪？叫来叫我着，我妈妈叫危险啊！阿平哥哥。唔好叫咧，沙滩去寻红姨阿公、老村庄阿公，哈。记着都冇地不讲啊！阿平哥哥你伫哪呀？俺爸爸，我阿平哥哥。大蹦伊，大蹦伊。妈，妈，妈。安吉下送到医院，啊，好挺好玩哦。你好不卡？安吉有劲哦。安吉骨头滚一大团呢，要送到医院呢。啊，现总讲呢，啊，有书。好，那你下就去医院咯。拜拜。你上下医院。现总讲咯，给到阿英去大爽以后，他就下走。为什么不看呢？那较少的迄，佢还会伤害其他人。这种情况都有可能。挺好玩，呀，听说动强的啊，有动手给用啥？妈妈出爽大烟，爸爸呀下用伫下做因奶咧，讲做的不防范，佮就好咧。你讲唔许挨了下山求证，咩唔啲事情会按严重。天总搞清楚一家属实了。哎呦，马英基老表生意呢，提供给你们家庭，这有可能实现。你们田公吧，都是太家平安冇事情。听说冇事情。阿水下山呢路阿边攀上河，身上迄款夹面，你同他讲，做乜嘅反应啊？哎呀，就阿姨那咯讲啊，以后就阿姨那打扮上去下载回来。我会哄你呐。爱弟，就会因为吼，人咧好人，啊人他讲嘢吼，咱看唔出人哋会打朋友呢。吓死人！就是啊，噶，啊所以安不呀，我真係想嘛嘛。喂，你下山迄款夹面，听讲佢真会做啊？没有，讲英文啊，从那啊，啊记得真好哦，啊这个最安全，对吗？人用讲啊，会强嘞。白使，应该冇这样吵啦。像伫啊哦，迄村庄的人啊，就较家暴嘛，啊上较多啊，
会小他讲嘢安慰吼，啊，小安奶奶一家一家去通知啦。送你啦。唔使客氣啦，阿小安奶，阿小奶做你啊，哈，阿邊，喂，來有咖喱嗎？啊，來，都唔得。哎，等一下，你要过奖哦，那做你事。唔是啦，人家叫買嘢，弄好意思呢。哎呦，是哦，10多月送我一半，你要过奖，你天去數起來啊！安尼啊，聽人講哦，我過獎傳名我吼，當有名誒。水土當哦，就生也係福氣哦。冇人講啦，哎，你大嘅太太有樣辦冇？地理，村長哦，已經送去上海醫院咧，係咪簽售呢？啊，唔講誒，嗰條生意啊，全部係外部行，我先轉落去。多謝人喺過獎哦。好。最後啊，先行啊！你哦，你可能有啲人錢咧，有冇人安樂啊？照章嚟講，兩個人都講實話啊！啊，你會報復你啊！很痛，很痛。我見大人同人也很痛。畜生嚟哦，你幫人捉我，嗌你打對死啊！佢使乜好皮膚啦？哦，打唔會痛。愛情，安靜。係先，係有聽晚咧。冇人都在叫我啦。我較時代咧，用下會有一種想法咯。唔怪佢啊，真嘅唔怪佢。唔怪佢關乜事？安靜，現從嗰裏邊當金錢，揾見縫同時咧。其他人講嘅，根本上係騙人嘅。佢講法做糖嘅啊，唔相信佢。佢條派唔係安樣嘅，佢真係係個好阿爸。咩？尊重。安靜，還沒吃到給好寶寶。你跟我吵嗎？走，走。安靜，大家都提現種個沒反應，唔過佢有樣偏咧，韓國因為佢看唔出來個摩天是炸彈，還是會幫我因為啲嘅。你講繼續用電腦時。唔要用愛，
你会走啊？阿飞，莫搁被阿英气。而且你脚不看嘢，通知都冇啲台辦。我一打電話嚟地聯絡，叫咩唔起？小李先生，麻煩留下來照顧阿姨呢。阿芬這樣嘢，讓我將佢完蛋。啊，唔記得傾天台啊！我送到去了。太前先妹講，你哋啲語言聽到嘅氣氛係乜嘅？唔係在飛，唔係天作為好，係強氣你出世咧，還有愛皮你行一段路。做得皮上面行一段路，然後好好養落一生嘢，就係人生。打蹦伊，打蹦伊。嘿嘿嘿，啊，你有用嚟嘛？烟哦，anh nhầm trong ha, anh用米呀么喏？我知道，嘿，嘿来滴，有小李先生已經係超放心嚟啦。係阿芬哦，冇事睇家個，好玩呐，哎呦，唔好再叫人啦。我同講吼，阿妹啊吼，冇事情啊。不過吼，我醫院治療一段時間哦，我跟小李先生已經照顧伊，冇問題哈。跟 DS 接你玩。不用。没关系，你们留在这里很安全的。我阿公会保护你们。外头不是你报复，阿爸唔会犯你。可是你爸明明就把你妈打成猪头。你才猪头啦！弟弟，再講一個。没有人说。阿婆問他，你阿爸以前就不是會打人的咩？阿婆哥是在當兵呢。哥見唔會打外頭啊？安尼啊？跟不咖發生安尼的事情啊，安尼有跟以前好高的先生，也係講朋友講過嘅事情。啊，咁你驚阿妹唔阿爸打死啊？不要走。媽媽講，你講出去，阿爸就會幫你做做，你像我阿爸咧。哎呀，做阿爸哦，唔係就算你啦。做唔得講阿爸嘅壞話。歹啦，歹。好，你幫我講下。先走啦，先走。亮啥吼，就참스 해라呀呗。媽媽嘅片吼，有小
你先生一个照顾啊，你莫笑啦哈。阿婆，我先去煮饭呢，你生意来处理要为了，好，我们上走。静文，你们和我的妈妈都不在身边，现在只剩下士兵的妈妈还在家。大东兄阿妹，小安，不要哭了啦。我想你阿妹哦。不想，他不想我，不想他干嘛？还讲弟弟嘅想你。他如果会想到我，就不会出国工作。谢谢你。村長說講開話，喺眼鏡上，唔驚唔驚。阿妹，这样啊，坐在一起，叮叮当听不到吗？夠，聽嘢都想夠，結束啦。阿斌，冇理。明明从本人风雨向我一路样，我想到见朋友就出事情了。唉，因為啊，我想到結果佢發生乜事情。聽仲講，佢提下呼叫我。唔會啦。如來神掌，哈！看我的，砰！再一次，看我的如来神掌！啊！我不是也不，佛山无一脚，啪啪！再是佛山无一脚，噗！爆裂之拳，砰！砰砰！热血之拳，嘣！阿士兵，過來，過來呀！我是愛好。看我的火神！撞到嘞！
也免用啊啥？有安定强嘿。冇听错啊嘛，兄弟。兄弟不骗。事情都会发生在某注意的时间，就像阿英去汹涌，你没想到，事情会变到暗洋葱。哦，跟俺隔得重要，看看谁有事情么？有联络一条事情哈，俺谁那这样啊？谁那这样？陈总，你唔会说么？你唔要快啲嘢说马说了，关系就好诶哈。群众别跟我们自首哎！我可唔给你，之前有寿司。对了，蛮难情况的。大蹦伊，大蹦伊。阿叔，行我講英文唔夠咧，行我講。阿叔我咯，no boy，係咩動到真勁嘅警察咧？是去請阿叔。可能有，有可能冇。死鬼！看起来昂面，其实比曼尼都很垃圾。阿叔，我今晚該去打你。生意呢？冇問題。我請你啦。你唔會請啊？你有我點諗開？因為你好爸爸。耶穌是帶你出去了。求想我。他你媽意思？買下嚟點啊？家家出遊，難掩的記。而家輕鬆一笑，世界上
同样做好爸爸。志别，老阿叔天数好吗？现场讲阮买人阿爸穷养，就爱用离开喏。对面个一件事情好无？那个事情，不过安利，卖人拄到技术好。听说我嫌技靠我开掉诶。等到一件事情结束，我要离开云堂，就唔得个麻烦大家咧。离开云堂原因哪？去个地方个开始啊！不管走到哪哦，现状个还会寻到唔到啦。哎，嘅啊，我就再个强啊！讲到哪？讲起来做得几个问题哦。我想冇，出得讲哦，系有乜嘅方法？小李先生，我想会哦。尿屙唔出來啊！真经爱现状过诶。你要唔要按油分啊？你講冇愛記哦，我做出神槍報夫人，唔會本記不講捱掉啊！你個報夫記。这个老鸡头，用下生红的手，老鸡头，头都几次都强。
求。生金毛，係當音樂啊！生金毛。有嘿，這較清楚。下次翻完cái thủ mỗi dịch bài ở chú khẩu chuyên mình dịch nè 俺唔靠最明明，现在靠最明明给你，你就懂才个。翻công pha xuôi xuôi cái sợi mụ 阿妹，金不记， kiếm bùi nhiệt nhau nghe 那金不记， kiếm bùi nhiệt nhau nghe công pha công dịch bài 金不记， công pha tiền tiền to to à hay mẹ xin thêm một sông khoai à 没啦， kẹo xuôi xuôi cái sợi mụ cái kẹo sao 好。 这边阿叔等跪下煮的，用我带好完好停落咯。这边阿叔要同上阿妹留来的，对无？你留在城中不干啦？阿叔伫啊，古组长拜托去了家就带出来啊。我唔敢呢。这边阿叔做村以上演做得人爱天数的，吉良沙做阿叔的心肝，阿叔问吉良的做唔得，吉良的问阿叔要做唔得啦。姑嫂，阿叔拜托，拜托。好啦。阿弟，你慢點，你老公你不可以啊！我沒發現。cầm tay vào lấy nhau anh càng nhịp kia我沒發現。水鏡叫人吹啊！我沒發現。你走，走，走。
之前师母讲，每一道门都有其专门嘅锁匙，做得留佢打开，还要锁起来。因为都留到人老人之间嘅相处，我看师门有打开无，唔过接上天不用听。迄个样嘅手係唔错嘅，师门就算帮佢打开咧，入去以後，還係會有危險。係你大嘅，你冇，就係你。就走。婷婷，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人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是单身，很样诶，还欠钱啊？可以呢。慢慢来看待起的很美很苦难对将来，不管有给不及。